做歌唱，迄个音吼，一音一音，个音就是讲，这人海免煞，着写做歌来唱。你甘我，迄个音咧，小可收起来安尼吼，来第四节、第三节，上来。伊来将梦，伊把我将梦，伊说将梦，伊甲我真点情，将梦免煞，着写做歌来唱。你甘我当作歌唱第四节。伊来唱和平，伊把我唱和平，伊是唱和平，伊甲我真点情，这和平免煞，着写做歌来唱，你甘我当作歌唱。好啊，等下若咧唱较。咱甲带大家回中唱，安尼个意思。谢谢牧师。别担心，咱用吉他来开始哦。即摆开始会前祈祷，请咱将咱的手机转震动，还是关机。虽然咱有拄着重大烦恼的代志，但当咱进入圣殿时，就将重大烦恼放落，用喜乐的心来敬拜上帝，嘛求主进入咱每一个人的心，互咱空空的来，饱饱的转去。虽然现在世界的疫情持续在升悬，互每一个人的心拢真惊吓，但上帝是怜悯人的上帝，只要咱用悔改、认罪心祈祷，伊的确会应允咱的所求。即是咱也为着世界疫情稳定祈祷，求主保守看顾，请咱开声来祈祷。慈悲怜悯的天父上帝，你是阮的拯救，阮的倚靠。现在世界疫情拢真严重，每一个人拢因为病毒不断的扩大来惊吓烦恼。只是阮用谦卑悔改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赦免阮的罪，也恳求你医治所有感染的人早日康复，嘛恳求你保守为着照顾。互隔离所有医疗团队人员，保守因心灵平安，互全世界的人民早日恢复平安快乐的生活。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。即是咱也为着俄罗斯甲乌克兰祈祷，求主保守人民拢会当脱离战争的危害。请咱开声来祈祷。听阮的宝贝上帝，你是和平的灵君。即时阮也为着乌克兰、俄罗斯的百姓向你祈祷，
求你赐下稳定慈爱，人民伫即两个土地，看顾保守因战火中的百姓，刷去因一切惊吓，保护因的平安，互国甲国的战争会当紧紧离开即两个土地，互即两个国的百姓脱离战争的危害。我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。即是请为着吴牧师的家庭祈祷，求主甲因每一个人同在。请咱开声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搁赏赐吴牧师、牧师娘一个囝儿，恳求主你，互吴牧师有健康的身体，气力照顾三个囡仔。牧师娘伫月子中心会当有好的静养，身体勇健。三个囡仔会当听牧师的话，嘛恳求你保守乔恩伫监护病房，互伊的体重会当到正常值，平安健康倒来到教会。只是阮也将吴牧师全家交托伫你的手中，求主甲因每一个人同在。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咱为着兄弟的心心灵祈祷，求主医治。请咱开声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时时刻刻拢伫阮的身边，保护看顾阮。只是咱也为着身体欠安、心神软弱的兄弟祈祷，求主你医治的大能，医治伫因，互因伫病痛软弱的时，赏赐因有信心甲喜乐的心，倚靠你赢过病痛，身体得到勇健。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即是咱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祈祷。阮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成，伫地灵亲像天灵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伫传你入去，着叫阮脱离歹的。伊国官营荣光拢是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赶快，咱用祈祷的心，咱用祈祷的心，将我们自己摆上，将咱家己献摆伫上帝面前，因为伊要来亲自担当咱的罪过，伊要来背咱的重担。耶稣讲：“来就近我就互恁得安息。”来到伊面前，希望咱用咱的心志，用咱感谢、恳求、祈祷的声，甲主讲：“主啊，你来。”主啊，你来陪阮的重担，阮爱就近你，得你的平安甲安息。主啊，阮来，阮真爱甲你三同行，求你保守阮，用你奇妙的开力、热看保守阮伫即世间的日子。主啊，求你来帮助阮，真做荣耀你的器具，因为阮欢喜就近你。阮欢喜你来陪阮的重担，阮心内忧闷，
阮心内忧苦，主啊，阮会当囥伫你的面前，求你来担当，求你来陪。阮感谢你，靠耶稣的名，阮通得到过来平安喜乐的日子，阮会感觉得到安慰，是阮所确信。主，你是阮真正感谢你，阮真正感谢你，互阮无搁惊吓，无搁因为面对未来坎坷，阮的心就忧闷，阮就毋知要安怎。主啊，阮知你是阮的王，你是阮的主，你搁较是阮得闪的所在，你是阮的快乐，你是我的山寨。阮真爱甲你伫你的面，歇伫你的膝下，阮真爱歇伫你的膝下，听阮恳求的声伫你的面前。主啊，阮真爱来甲你亲近，求你圣神帮赞保守阮，互阮听见你的声。阮会回应，阮会回应。主，你会听。主啊，求你帮赞。主啊，求你帮赞。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，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，要安尼恳求祈祷。感谢你看顾阮卑微小看的人，感谢你连阮的头毛拢也有算过。感谢你看顾细只鸟仔。主啊，互阮无搁忧闷，无搁担心，这个是你所应允，因为阮确信，若毋是你，阮就啥物拢袂会做。我的主，我的上帝啊，你真做我的快乐，阮真爱你是我的快乐。阮搁面对的日子，也求你帮赞，互阮的每一工拢有充满你，互阮的喜乐，来真做歌来唱。主啊，阮搁一摆求你帮赞，求你听阮的祈祷，求你听阮恳求的声，阮真爱来就近你，求你的保护，洗清阮的罪过到清气，求你洗我的罪清气白若雪。主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搁一摆，安尼向你求讨，向你祈求。主，你用保护也看阮。阮罪过得赦免，实在是靠着耶稣的名，实在是因为耶稣为阮背担当，行十字架的路。主啊，阮纪念过来受难的日，阮纪念过来受难的日，阮伫你的面前，啥物拢袂会做。若毋是你，阮啥物拢袂做。厝体若毋是耶和华保守起造，就起造的人空空着无。主啊，阮相信你也安尼建立阮家己，互阮因为你的救恩得救赎的时阵，我的厝、阮厝所有的家人、厝的人，拢也要安尼得到你所赐的喜乐平安。感谢你，感谢你。阮真爱来甲你亲近，阮也真爱甲你相交陪。求你甲阮相同行，主啊，求你甲阮相同行，无放阮做的孤儿，阁会当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到你的面前敬拜学罗你。感谢你安尼的赏赐，愿你荣光你家己，无将荣耀归乎假的神。主啊，伫即个殿，阮用祈祷开始，因为即个殿要真做祈祷的殿，真做你所欢喜。愿你听，愿你听，阿耳空听阮的祈求，看顾阮卑微小可的人，阮愿意来向你献上祈祷感谢的心，阮愿意来拍拜伫你的面前，愿你听，愿你感答阮的所献。愿你接纳阮所敬拜学罗的声，搁一摆伫你的面前，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上帝的囝，伊名是耶稣。上帝的囝。伊名叫耶稣，
是有个我，予我的自由，空的愿望就是我的寄号。何等甘甜，何等甘甜，可耶稣基督，耶稣予我喜乐平安，感觉安慰，是我所靠是。我会面对未来坎坷，因主我的，因为主我的，因主我的，我会面对未来在，因主我的，无个惊吓。我真知影，伊将冠冕拿在，心啊充满了希望，因为伊我的上帝的囝耶稣基督，上帝的囝，伊名叫耶稣。伊带来听，伊的赦免是有个我，予我的自由，空的愿望就是我的得救记号。因主我的，我会面对明仔载。因主我的，无个惊吓，我真知影，伊将冠冕拿在。心啊充满了希望，因为伊我的何等甘甜，何等甘甜，可耶稣基督，伊守护我，喜乐平安。是我所靠是，我会面对未来坎坷，因主我的，因主我的，我会面对明仔载，因主我的。无个惊吓，我真知影，伊将冠冕拿在，生命充满了希望，因为我的何等甘甜，何等甘甜。可耶稣基督，伊赐予我喜乐平安，感觉安慰，是我所靠是，我会面对未来坎坷。因主我的，
因主我的，我为面对面那在，因主我的，莫个家乡，我亲在呀，一将光明那在。生命充满了希望，因为我的生命充满了希望，因为我的。感谢主，阿罗主的名，真欢喜，甲咱大家做伙来敬拜阿罗咱的主。请你也安尼甲边仔的兄弟姊妹讲，真欢喜，甲你做伙来阿罗敬拜咱的主。真欢喜，甲你做敬拜主。感谢主，靠着耶稣基督，咱得到伊的热看保守。面对将来，咱会充满愿望。感谢主。咱做伙来，阿罗，请起立。多少小山拢要来阿罗，一挂七星拢要来阿罗，大海甲溪水做伙阿罗耶和华。多少小山拢要来阿罗，一挂七星拢要来阿罗。万米要唱歌，那多了耶和华。哈利路亚，我唱歌。哈利路亚，我唱歌。哈利路亚，我跳舞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大声欢喜阿罗。哈利路亚，我唱歌。哈利路亚，我跳舞。哈利路亚，我要大声欢喜阿罗，做伙甲大山小山来阿罗，大山小山拢要来阿罗，一挂七星拢要来阿罗，大海甲溪水做伙阿罗耶和华，大山小山拢要来阿罗。一挂七星做伙来阿罗，万米要唱歌，做伙阿罗耶和华。哈利路亚，我唱歌。哈利路亚，我唱歌。哈利路亚，我跳舞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大声欢喜阿罗。哈利路亚，我唱歌。哈利路亚，我跳舞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大声欢喜阿罗。我要专心专意来爱主，我要专心专心献给主，我的每一天充满喜乐的时光。我要专心专意敬拜主，我要欢喜欢喜阿罗主，我的每一天充满喜乐。再一摆，我要专心专意敬拜主，我要专心专意来听主，我要专心专心献给主，我的每一天充满喜乐的时光。我要专心专意敬拜主，我要欢喜欢喜阿罗主，我的每一天充满喜乐的时光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唱歌。哈利路亚，我跳舞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大声欢喜阿罗。哈利路亚，我唱歌。哈利路亚，我跳舞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大声欢喜阿罗。哦哦哦哦哦
荣耀归予咱的主上帝，请坐。感谢主，伫每一天，伫暗暝，伫早起时，伊就甲咱伫地，互咱有愿望。安尼，咱做伙来学乐敬拜伊，感谢伊。你减有就君主，互伊洗清气；减有就君主，互伊洗清气；减有洗伫羊羔的血，互咱的灵魂洗清气。你将有救君主，予伊洗清气，将有洗伫有高的无悔，将有专心靠求主伫得清义，将有洗伫有高的无悔，将有洗伫有血，洗灵魂到清气。宝血，你的衫将有清气白白那洗，将有洗伫有高的宝血，你将有日日甲甲主走三通，将有洗伫有高的宝血，叫主替咱赎罪实在真妥当。将有洗伫有高的无血，将有洗伫有血，洗灵魂到清气的无血。你的衫将有清气白白那洗，将有洗伫有高的无血。圣经在哪来？你的衫减有白，洗清气伫羊羔的宝血，灵魂减为伫主被办的躯体，洗清气伫羊羔的宝血，减有洗伫羊羔的血，洗灵魂到清气的宝血。你的衫减有清气白白那洗，减有洗羊羔，洗伫羊羔的宝血。你将有救君主，予伊洗清气，将有洗伫有高的无血，将有专心靠求主伫得清义，将有洗伫有高的无血，将有洗伫有血，洗灵魂到清气。你的衫将有清气白白那洗，将有洗伫有高的宝血。你将有日日行甲救主相通，将有洗伫有高的宝血。救主替咱赎罪实在真妥当。将有洗伫有高的宝血，将有洗伫有血，洗灵魂到清气的宝血。你的衫将有清气白白那洗，将有洗伫有高的宝血。念着做歌，伊就都拢总推你，洗清气伫有高的宝血。灵魂有血有宝怎通洗清气？就来洗伫有高的宝血，将有洗伫有血，洗灵魂到清气。宝血，你的
的衫咸有清气白白那洗，咸有洗甜又高的保惠，咸有洗甜又花，咸有洗甜又花，洗灵魂甲清气的保惠。你的衫咸有清气白白那洗，咸有洗甜又高的保惠。搁一摆来祈祷，也搁一摆来反省咱家己，减有就君主，互伊保护洗清气，互咱的灵魂也洗清气。到伫伊过来时，会当伫伊避办的厝体。感谢主，因为耶稣替咱赎罪，咱实在特动，咱都来就近伊，咱都来就近伊，感谢伊用伊的保护顶十字架的代价，替咱死受刑罚鞭拍。因为伊，咱搁一摆有面对未来坎坷的日子，感谢伊。咱阁有勇气来过剩下来的日子、剩的日子，面对战争的扰乱，面对病毒的侵扰，咱通靠着伊来阁较赢一世间，真正是靠伊通较赢一世间，就晓得伊的实会，互伊来保护咱，毋通硬咱的心，无听伊咧叫咱的声。主咧叫你，你减有死伫伊的保护，你减有日子行甲救主相同行。感谢主，伊奇妙苦力，十字架的力量，靠着十字架，罪恶得清气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为咱背当担，行十字架的苦路。感谢耶稣用听这砍担，互咱得自由。头帮咱，互咱真多伊合用的器具。感谢主，咱伫遮要用讲伊的名，咱伫遮要学录伊的姓名。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便得医治。感谢神，感谢耶稣，因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咱唱这首歌，过来笑念主为咱受苦、背十字架的受难日，担当咱的罪过。耶稣定十字架，担当我的罪过，拢无保留为我背命伫十字架。你受逼迫，我伫医治；你受刑罚，我伫自由逃跑。耶稣定十字架，担当我的罪过，拢无保留为我背命伫十字架。你受逼迫，我伫医治；你受刑罚，我伫自由逃跑。十字架，耶稣用疼也看我，十字架，十字架，你宝血为我流落，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我的救赎的记号，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是我荣耀的归荣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是我永远荣耀，我最
清气，是靠耶稣保护。求主予我过十架，地下有我水泉，对高高塔山老路，将我罪恶洗净。是你的，是你的，是我永远我罪恶拢洗清去，是靠耶稣保护。主啊，我是假，因为阮知伫你遐有活水泉，你要流露保火，将阮的罪恶洗清去。主，感谢你，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。耶稣定十字架担当我的罪过，拢无保留为我背命伫十字架，你受逼迫，我伫伊伫，你受刑罚，我伫自由逃跑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耶稣用疼才看我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你保护为我流露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我的救赎的记号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是我永远的荣耀。大声宣告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是我的记号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你保护为我流露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是我得救的记号。十字架，十字架。是我永远的荣耀。搁一摆，大声宣告十字架，十字架，十字架，耶稣用疼才看我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你保护为我流露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我的救赎的记号。十字架。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。感谢主，你伫查理，伫十字架顶亲身担当阮的罪过，互阮用罪来死，为用义来活。对你的伤痕，阮得到医好；对你受的逼迫，阮得到赦免，阮得到医治。主啊，阮得自由。伫头放，是因为你为阮背十字架，阮真欢喜。你用疼才看阮，你用保护为阮流露。阮得救的记号，是因为你，是因为你为阮，是因为你为阮来死伫十字架顶。感谢你，阮今仔日阁有即个福分来到你的面前。过去的日子得到你保守，阮真感谢你。你拯救阮惊吓的心灵，为阮必办的救恩，阮欢喜来领受，欢喜来领治。感谢你做阮的快乐，做阮的力量，互阮面对未来无阁惊吓，面对未来也充满光芒。感谢你，因为耶稣。因为耶稣，因为十字架顶的耶稣，阮得到你救赎。
感谢主你看顾阮安尼软弱、卑微、小可的人，搁来到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敬拜、学乐、感谢、祈求，愿你听，对天阿耳空听阮的祈求，为阮陪伴的道理，阮愿意来听。保守牧师的嘴所讲的、所讲的，愿拢话有谦卑领受的心。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感谢阮今仔日的所献。感谢你，感谢阮今仔日的敬拜学乐。感谢你，听阮的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恳求你听我求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听我恳求的声。有一项代志报告哈，咱即摆咱台湾的疫情哦，所以咱即摆礼拜中间哦，咱咧坐椅啊，吼，一条椅啊，坐两个吼，这是坐两个吼，啊，咱若有坐三个，咱请调整一下安尼吼，啊，坐两个时哦，慢慢坐到上晚啦，因为哦，即摆有迄落无症状感染者哦，足侪吼，所以。有时咱出去外口，啊，去用感染点，可能毋知，但是咱有注3剂的疫苗吼，啊，有迄落，讲做一个无症状感染者吼，但是这会传染啦吼，所以咱咧坐位，咱就一条椅啊，坐两个就好啦吼。咱即时来供读《使徒信经》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咱两个地。创造天地主宰，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迄日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伊本着彼拉多人来受苦，定时过死埋葬落阴府，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，上天，下坐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，伊要对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徒相托，做赦免，肉体高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这是来启应上帝的话。启应文27，约翰福音书15章，三个来启应。我是真葡萄树。连着我阁无结果子的枝，有结果子的枝，伊就甲伊修剪。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啦。既无连着葡萄树，家己袂结果子。我是葡萄树。甲我结连，我嘛甲伊结连的，会结真侪果子。人若无甲我结连，会亲像打气的气，互人吸出去外面。你若甲我结连，我的话伫恁的内面。你若结真侪果子。真正做我的门徒。咱即时要请圣歌队来献诗，因今仔
显示的歌名是伊看过细只鸟啊。你爱我。
咱即时来领受上帝话，咱今仔要看的经节是《约翰福音书》15章1节到17节。耶稣是真的葡萄树，咱第一节，我是真的葡萄树，我的爸是做园的人。既然连伫我的枝无结果子的，伊就错起来；既然结果子的，伊就收互伊清去，互伊结果子较济。但恁因为我所甲恁讲的道理已经清去啦，恁着踮伫我，我也踮伫恁。即使枝无连伫葡萄树，就袂会家己结果子。恁若无踮伫我，也是安尼。我就是葡萄树，恁就是枝。踮伫我，也我踮伫伊的，就结果子济济。因为到我3年，恁就袂会做啥物。第6节，人若无踮伫我，就受气杀伫外面，亲像起线高大，人吸因迄落火就烧去。恁若踮伫我，我的话踮伫恁，既然所爱的恁着求，就要甲互恁食。恁结果子济济，对安尼我的爸得着荣光。也恁要成做我的学生，我有听恁，亲像爸有听我。恁着踮伫我的听。恁若守我的诫命，就要踮伫我的听，亲像我有守我爸的诫命，踮伫伊的听。再者，我已经用这个甲恁讲，要互我的欢喜踮伫恁，也互恁的欢喜满满。恁着相听，亲像我有听恁。这是我的命令。人为着朋友献性命，听无有比这个搁较大。恁若行我所命令恁的，就是我的朋友。当了后，我无叫恁做奴仆，因为奴仆毋知伊的主人的所行。若是我已经叫恁做朋友，因为我对爸所听的，拢有甲恁讲，毋是恁敬我，是我敬恁。搁设立听，互恁去结果子，搁互恁的果子久长伫地，互恁伫我的名，无论对爸求什物，伊就互恁。我用这个命令恁，是要互恁相听。以上愿上帝祝听伊的话，搁照伊的话去行的人。咱即是要来请题目书的正道，今日正道的题目是：我是真葡萄树。荣耀这大家平安。咱安尼，咱就个小可倒转来，迄个较暗一出来的一个疫情的一个情景，所以我今日口罩爱挂咧。感谢主，咱会其实今仔日是啥物主日？中秋节主日，中秋节主日啊，搁来接续就是受难周。啊，中秋节主日就是咧纪念咱的主耶稣安尼进入耶路撒冷，到最后就伊骑驴啊进入耶路撒冷，迄段情景哦，叫做中秋节的主日。啊，咱教会也是讲基督徒，通常对今仔日开始到过偌节，啊特别就是伫即个受难周的时间，咱拢较少会迄个安尼参加安尼宴乐欢喜安尼迄款的，较少迄款情，咱较用迄个较严肃啊较安静的心来孝念。我想咱即款安静的心咧孝念，
基本上有一个，那用咱今日话来讲，就是讲，咱基督徒爱学习同理的心，同理心，会当设想徛伫耶稣迄个时阵咧讲遐个话的心情的立场，然后来思考。咱知影，咱今日通常拢会安尼讲同理心，就是徛伫对方的立场来设想。英语嘛真趣味哦，西方的人英语安尼讲，你毋知影？同理心叫做哪？叫做 put yourself in someone's shoes， 就是讲你的脚去穿别人的鞋啦，用你的脚安尼穿伫别人的鞋顶面，安尼就是咧表达迄个同理的心啦。通常同理的心吼，我用即个做开始，然后较进入咱的主题。同理的心呢，基本上有几个特点。头一个就是讲啊，就是讲较少，听较济。第二个就是啥，你会听好，毋是一直抢要讲，就是听好，安尼一个安尼好的时阵，你才讲。过来就是你爱常常会提醒咱家己，就是讲。每一个人伫伊的生命中间，拢有伊需要爱面对的挑战。每一个人的经验拢无共款，逐个人的生命经验所面对的挑战拢无共款。咱就爱会晓想着即个，就讲咱咧想耶稣基督伊当时安尼面对着迄个挑战，耶稣基督伊嘛会问伊学生啊，问伊学生讲。恁敢有法度通甲我同情？敢会通了解？耶稣嘛常常会怀疑讲，我的学生敢会了解我真正的情景是啥物？第四个特点就是讲，咱会晓接纳、接受无共款的人，因所面对的挑战，因所拄到的经验。即个同理的心吼，我想咱用即个咱来甲主耶稣安那像。同行即段受苦的道路。咱今仔日哦，我今仔日真拄好，就是我甲恁分享迄个耶稣特别伫迄个约翰福音书内底，伊讲7个我是啥物，我是啥物。咱今仔日安尼经过一段长长的时间，咱今日来到最后一句，我是真的葡萄树。恁中间有人日句听有话无？私の誠の不動の木，我是真的葡萄樹，誠是真的啦，誠の不動の木，真的葡萄樹。現在為什麼伊在強調迄個真的葡萄樹？咱要理解耶穌講這句話進前，咱除了伫約翰福音書的伊的背景內底去理解以外，咱就愛擱較大伫一個擱較大的環境內底來理解耶穌咧講的迄個葡萄。因為對舊約開始伫聖經內面，差不多用葡萄園來咧象徵、來咧代表、來咧披露以色列百姓、以色列選民，這個是聖經內底上界重要的一個特色。上界重要的特色，對舊約聖經開始，就是攏講安尼，就是咧講，恁就是先知咧講你，伊佢咧講恁，就是講以色列百姓選民，恁就是葡萄園，恁就是那親像葡萄園。上帝安尼，甲恁栽種，甲恁修整，望恁結出好嘅果子。毋過對先知嘅角度來看，咱常常聽到先知咧講，我。即個園主啊，甲你修剪，望肥，望結出好果子，無拍算，煞結出歹枝、歹果子。所以，即個吼，我要互咱來讀兩首詩，我有加兩段詩呢寫出來。頭一個就是以賽亞應該是第5章嘅款，第5章葡萄園嘅歌。這首詩是。舊約聖經內底足有名的詩，毋過咱的聖經內底呢無迄個詩的款，迄個形呢
较忽略去。啊，我用安尼互咱读，咱来读看卖，一段，是咱做伙来读吼，来。我所亲爱的，我要为伊来唱歌，唱葡萄园一首歌。伫真水的山头顶，有葡萄园伊所种，伊开垦园搁种收，在上顶的葡萄树，伫园内起一座楼，也掘酒窟伫听候，5万结出好葡萄。无拍算结野葡萄，耶路撒冷众百姓，请恁做伙来评理。我为着园做遮济，减夭久有欠啥货？我5万结出好葡萄，最后反转找拢无。等恁出来做陪会，我通对伊安怎做？我要拆去伊篱笆，互伊受人来吞踏，也要拆毁伊围墙，任伊毁灭，互人抢。地到趴园无修整，杂草发生满规园，无云无雨来灌压，安尼这园就扣角。这园就是以色列主本期待以为结，欢喜的树是犹太，失望落空哪会知？主所望是公平，却是暴虐到处见。我所期待是公义，反转冤枉不了时。这是葡萄园的歌，你读了时，你一定知影。先知伊的心内咧想啥物？哦，这个先知是伫主前700、700-800年迄个时阵，主前700-800年迄个时阵所写的。咱搁来看以西结的先知，以西结先知呢，比这个以赛亚较慢，差不多伫主前500几年，就以色列住伫迄个。要亡国到亡国了后，迄段时间主前500几年，来以西结15章第1节到第7节，葡萄园的譬如，这么足出名的来。主的话临到我讲，人主啊，葡萄树算做什么？遐减一个，算做什么？只是林中的一枝，减比种树搁较好。值得互人来学乐，材料会通做成啥？或做钩仔挂物件，看不过迄角做火柴。烧后更加无法度，所以上主安尼讲。主民甲树是相同，这个葡萄树交互火烧，伊无救。我要照样对待因，搁要对因来变面。虽有对火中倒出，要是难脱炎火窟。当我变面迄时阵，就是爱主。无用稳，我互即地变荒废，子民犯罪行奸诡，这是我所讲的话，互恁会知我所做。咱也读迄个以赛亚甲以西结这2首诗的时阵，你会感觉以西结伊的话就安尼足迫切啊，对无？安尼迄是。以色列因已经亡国啊！以赛亚迄个是还搁伫进前，伫迄个亡国的进前。咱咧读这个诗的时候，咱会当安尼徛伫因的立场，个设身处地，安尼徛伫因先知的立场去想，因为什么安尼讲？因将以色列比评做葡萄园，
这是咱圣经，特别是旧约的一个传统。我想耶稣咧讲我是真的葡萄树的时阵，伊的确知影这个传统，伊的确知影会深深了解上帝选民就是葡萄园。当然，这个葡萄园甲葡萄是伫巴勒斯坦迄个所在会上看见的一物，甲无花果树、甲迄个橄榄树，共款拢常常会看会到。特别耶稣是用葡萄树，我想葡萄树呢，伫圣经内底是更较有迄个代表性，因为对旧约整个旧约先知，因就用即个影像来咧对伊的选民传讲信息。当咱了解即个大的背景了后，咱才过来看迄个较细的背景，就是耶稣就是伫即个时阵，就是面对迄个进入耶路撒冷，要面对受苦的道路。伊知影迄个时间的紧迫，伊了解即个时间的紧迫，所以伊讲即个话，互咱会想讲，伊真爱伊的学生会当安尼完全了解伊的心情，然后甲伊有一个真深的一个华语叫做密契，就是真深的交陪，真深的契合。咱若伫约翰福音书的即个15章的前后的时阵，你就会听到耶稣咧讲，我要离开，毋是就总怎无去，我去总是我的爸会找保惠师来甲恁同在。是讲耶稣讲，我赐平安互恁，即个平安甲世间的平安所咧追求的平安无相款。这话咱拢伫即个左右的中间会听到耶稣安尼讲。所以耶稣咧讲我是真的葡萄树的时，伊就是爱伊的学生，甲伊安尼有一个真深的一个契合。所以伊安尼讲，伊讲我是真的葡萄树，见若无结果子的，伊就互人错起来；若有结果子的，就甲伊修正，互伊可以当结较侪果子。然后伊进一步佮讲，我是真的葡萄树，基连结伫树，然后才会结果子；基连结伫树，才会活命。咱来想即个连结，即个活命，迄个活命。我拢有迄个经验，咱有当时啊，伫个买花也好吼，买花转来，你会当甲伊插伫迄个花骹内底，要有水，水内底会当维持伊的生命。也是讲，我当时啊，伫个庭院内底，迄花也是讲树仔甲插起来，基有当时啊，你甲放伫水里，伊的生命还阁会当维持。咱这葡萄树甲基的连结。迄个是生命的交流，这个交流，咱哪亲像看袂啥着。毋过，迄个若断去的时阵，迄个生命就无去。到底这个生命是啥物？迄个生命的连接是啥物？我常常咧想，这个基内底迄个水分的连接，咱会当家讲，就是那种咱基督徒甲咱的主中间的关系，中间迄个连接。迄个主要的本质是啥物？生命的本质是啥物？迄个本质包括有啥物？包括有疼、仁爱、公义、和平，甲人性的尊严。为什么？咱甲想，我搁小可安尼跳一下。为什么伫即边的迄个战争内底，苏联甲乌克兰的战争内底？本来天主教的教宗无跳出来讲话，战争当然损伤，安尼人死亡拢应的。总是到伫啥物时阵，教宗才跳出来讲话，就是伫战争的中间，苏俄、苏联因安尼无辜杀死一寡百姓，有一寡无辜的百姓受到残害，病院受到安尼炮击。儿童受到残害，伫迄款的时阵，已经变成一款的人道的问题，就是对
对人的性命无有尊重，对人性的尊严即款的物件，即款的价值无有尊重。啊，我想即个人性的价值，甲人的性命的价值，这是普世性，这是超越每一个宗教，毋是干那咱基督教的信仰内底咧重视那点。我想每一个宗教信仰内底，拢爱重视即款的物件。所以当天主教的教宗伊看到这个时阵，伊有出来讲话，有出来讲话。啊，咱今仔日咧讲，即个物件就是咱基督教的信仰，咱甲耶稣基督生命的连接的中间的一个。可是若像讲有一个家己伊自称做是基督徒，足虔诚的基督徒，毋过伊对人性的尊严、对人的尊重、对生命的尊重无的时阵，安尼真可疑。安尼咱会甲问讲，即款的连结到底是甚物款的连结？甲主的连结，鸡甲葡萄树的连结，一定是活出迄个活命，有活命的结果子。啊，无迄个活命甲迄个果子是甚物？就是仁爱、公义、和平、人性尊严、对生命的尊重，这个物件，你拢袂当有任何的所欠，还是讲有任何的这个违背。所以当耶稣咧讲我是真的葡萄树的时阵，我想伊心内一定有真深的一个感受，对旧约安尼整个的圣经咧讲葡萄园，啊到伫伊的时代，伊甲伊的学生即款的一个连结。所以，请咱伫即个受难周的时阵，当咱咧纪念、咧孝念耶稣的受难，咧陪耶稣，咱真正咧陪耶稣同行即条受苦的道路。咱来用即个咱大家讲的迄款的迄个同理的心，甲主耶稣三甲同行。啊，迄个同理的心，咱会当倒转来伫咱今日所讲，耶稣讲我是葡萄树，恁若结连伫我，恁就会得到活命结果子。拢是恁若离开我，也是讲即个枝若断去无结连。啊，即个是孤大，互人迄角啊，伫外面烧去。我其实新人院的时阵，伫新人院内底对入学开始坐伫礼拜堂，啊，就会看到礼拜堂听的头前迄一句话。迄句话就是伫约翰福音15章，伫咱今日所读的圣经搁较落的所在。佮较落的所在，你就会看到，哦，伊讲是我经恁，毋是恁经我。然后，迄经要创啥物？就是要差派恁出去结果子。我想即句话呢，做新学生的人，逐日呢早倒、暗倒，还是大礼拜，拢咧看。毋过会感受到袂？我毋知影。啊，毋过迄句话伫遐，就是常常咧提醒人。是主经在坐伫下面遐每一个人，毋是坐伫下面遐个人经主。啊，所以我想即句话毋是干那伫迄礼拜中间啦，即句话吼，佫较适合伫即个新人院内底新学生要毕业，然后要出去到地方教会，要工作要牧会的时阵，我感觉是佫较需要。吼，每一个新学生拢得爱过一遍，安尼定心佫再想一下。是主经我，毋是我经主。然后是主要差派每一个人去到伫葡萄园内底做工。我想即个是每一个牧者呢，无论伫新人院，还是伫要毕业的时阵，还是到伫教会咧牧会中间，常常拢爱提醒，拢爱诚做一个提醒来勉励家己。基连结。葡萄树，才有一个新的画面。这是耶稣，这是咱大家感谢约翰福音书的作者，伊伫编辑的顶面呢，比头前3本福音书呢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佫较熬，伊佫较有编辑。啊，伊安尼，伊当然较有迄个
迄个深度啦。咱讲约翰福音书其实较有深度，咧讲信仰的时阵较有。啊，其他福音书呢，就是安尼讲一个，安尼剩的你来想。啊，约翰福音书较有即款的深度咧讲起耶稣基督伊咧讲的话，也是讲行的神者所做的代志，迄个意义。啊，所以我感觉咱做基督徒，咱的信仰内底也有小可有一个想象力。咱毋是干那用目睭看那定，咱爱小可有想象力。啊，想象力毋是安尼空思梦想哦，毋是讲黑白想安尼天马行空，毋是迄款。我所谓的想象力就是啥物？就是你有迄个洞察的力量，你会有迄个洞察着，毋是干那看着表面，是你会当洞察着对表面佮落去深沉的所在，啊，你看袂到的所在，你会去想着遐个代志。所以当咱咧讲耶稣，咱咧读耶稣讲，我是真的葡萄树，恁是枝的时阵，咱倒转来想，咱每一个人，咱的信仰，咱的活命，咱是枝。咱伫什么时阵咧连接伫主耶稣基督？就是诚做咱的一个咱常常的爱想。所以咱来感谢约翰福音书的作者，遮尔甲我甲咱编辑。所以最后我要搁安尼，搁最后一遍甲咱安尼复习一下。约翰福音书的作者讲过7个我是。啊，咱搁小可，对头前安尼啊。我是活命的美娘，来，咱做讲一，我是活命的美娘，我是世间的光，我是世间的光，我是羊的门，我是好牧者，我是过我甲活命，安尼几个啊？5个哦，过来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。活命，讲者，最后第一，我是真的葡萄树。这7个哦，会当互咱安尼不闪时，就拢会当想伫咱灵修中间，安尼会当甲遮个圣经节，恁会当搁对过去甲遐圣经节安尼甲抄做伙安尼，啊，然后甲这7个呢，拢搁甲写伫恁的。因的迄个周报内底，迄个讲道摘要内底，甲圣经再搁再甲伊安尼写落去，啊，常常伫灵修的中间呢，常常会当提醒。我感觉这个是一个真水的吼，也是真好的约翰福音书，互咱的贡献。所以愿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这个受难周的时，咱用一款同情的心来甲主安尼，甲主伊所讲的话。咱会当尽量安尼来徛伫咱耶稣的立场。当然，咱无法度通完全啦，毋过咱会当安尼设身处地吼，安尼设身就徛伫耶稣的立场来甲耶稣安尼三甲分享。虽然咱无法度通分担伊一丝啦，总是咱至少会当用一款的心来甲主耶稣安尼同情来同行一款。迄个受苦的一个道路，所以愿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受难周的时，咱用即款的心来三个纪念，咱三个来祈祷。受恩听堂的主，阮感谢你，阮伫今仔日纪念中秋节的主日，过来阮要纪念你的受苦的一周。主耶稣，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会用阮对过去到今仔日阮所分享的，约翰福音书报阮看见、听见的。耶稣讲：“我是什么？我是什么？”来甲主耶稣三甲同情，来想主耶稣基督伊的心境，伊所拄着。人生的困境，也所拄着的受苦，恳求上帝你帮助阮，互阮无袂记得耶稣基督为阮牺牲，为阮所做。阮无法度通报答什么，阮只有伫纪念的中间
来表明阮甲主耶稣同情，也帮助阮，互阮会当学习不断连接伫主耶稣基督，常常会记得主是葡萄树，阮是枝，就连接伫葡萄树，连接伫主，阮才会当有丰盛的活命，阮才会当得到生命的交流。愿上帝，你保守阮，特别阮也爱为着阮台湾伫最近的疫情所拄着的情景，阮知即个可能也是阮台湾的环境，阮台湾的社会伫爱行的道路，总是帮助阮，互阮无过头的负担，阮逐人会当搁较谨慎的中间，伫搁较谨慎的中间，大家互相提醒，互相来面对。这也是阮台湾的一个受苦。愿天的上帝，你保守阮每一个人，保守阮的教会，保守阮台湾，保守全世界。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这是我来吟诗学了上帝，圣诗108首，伊来唱人来。这条歌请咱圣歌队唱较大声，因为这条歌咱从来毋捌咧唱过哦，无介好唱呢。请你起立就进行转首。求人啊，我求人啊，一世求人啊，一个我真难解，这人爱免煞着下罪过来唱，你甲我当作歌唱。伊来唱信心，伊把我唱信心，伊是唱信心，伊教我真点情，这信心免煞着下罪过来唱，你甲我当作歌唱。爱充满一般我充满一世充满一个我真点情，真忙免煞掉下罪过来唱，你甲我当作歌唱。伊来唱和平，伊把我唱和平，伊是唱和平，伊教我真点情，这和平免煞掉下罪过来唱，你甲我当作歌唱。请坐，这是准备先来奉献。求你甘乐，阮虔诚奉献，我满心感谢，你给我恩典，啊，求你赐福，你所赐下的，也
心感谢主，保佑兄姐这礼拜出入平安。下周是受难周，耶稣受难的日子，咱感恩的心敬拜上帝，也祈求乌俄战争有主的引带早日结束，回归正常的轨道。奉献是要做主的事工，且信服甲力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尊圣名来求，阿免。耶稣听你，我嘛听你。请咱三个献几首部，我来报告。咱下周献讲事务人员哦，请咱家己注意来看吼。咱来看教会消息通知哦。今仔日本主日，咱阁感谢陈牧师前来本会正道哦，分享上帝话。吴牧师伊今仔日去到伫即个原理教会进行无关的工作，请关心来带到。第二，本周阁进入受难周，第三小区定伫即个4月14拜四暗吼，8点到9点伫大安教会举行受难周联合圣餐礼拜。第三小区各教会联合圣餐礼拜的奉献哦，所得是要帮助咱教会建堂的事工哦。咱为着咱的教会建堂盈款继续来带到。即个过日拜四吼，参加要前往参加即个联合祈祷会吼，咱伫即个7点吼，伫教会集合，咱若要去的人，咱请来楼骹即个招待道遮来登记。第三，咱最近疫情吼，佮继续咧扩散哦，咱兄弟姊妹哦，大家来配合政府的一寡的宣导，封闭的一寡。即个规定吼，像各首咱应该爱封闭的，咱着家己较注意一下，咱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哦。第4点，咱国组吼4月底以前吼暂停咱国组的聚会吼，因为疫情的扩散吼，小组的讨论吼，所以咱着暂停。到5月初，咱才看情形安怎，咱才搁来宣布开始安尼哦。咱即个小组是安怎要停止的？因为咱咧小组咧分享中间哦，拢会讲话，讲话是安尼喙拢安尼喷来喷去，喷到尾啊，你出代志，所以这是一个重点哦，所以咱暂停安尼哦。我要听着信徒讲来讲，咱信主的人哦，靠上帝信心，靠上帝吼。咱若咧惊，去到礼拜，你教会礼拜咧惊，咱上帝甲咱保守。我甲你讲，这就是骄傲。上帝是公平的啦，迄病毒袂讲走来咱基督徒面前讲闪你边仔去。我甲你讲，上帝足公平，但是上帝有赏赐咱智慧，甲恁讲，又甲恁讲病毒来啊！恁爱家己去防范哦，去防备哦，毋通互病毒来侵入咱身体。迄是上帝甲你讲，无甲你讲的。袂讲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是上帝的囝儿，总爱闪过，袂啦。你若无家己注意家己防备家己哦，嘛是出代志。所以咱而家爱清楚一点，毋是讲咱信主的人，上帝拢甲咱保守，但是上帝甲咱讲病毒来啊，你爱注意爱防备家己，所以这点人家爱清楚安尼。咱下面这咱奉献哦，各种奉献哦，咱若毋对，请讲过家步行情，咱即时来读即个今仔的金句哦，咱台语华语拢读一解吼。我就是葡萄树，恁就是枝。踮伫我也踮伫伊个，就结果子节节。因为到我3年，恁就袂会做啥物。我是葡萄树，我是葡萄，你们是藏在我里面的，
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结果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约翰福音15章5节吼。咱今日讲有新来的兄弟，无吼？咱这是来吟所买遍的圣诗，圣诗178首，求主用你圣神来充满我心，请咱起立。你圣神来充满我心，求主用你圣神来充满我心，让我一心感受你回来的主来充满心来，让我一心感受你回来的主爱。求主你来将我心来，求主用你圣神来使我舒服，求主用你圣神来使我舒服，让我一心感受你回来的爱，你给我心情来，让我一心感受。你喜乐的主啊，你想念真心爱，求主用圣心来接我出去，求主用你圣心来接我出去，让我真心感受你心中的主啊，对全世界传扬你来。让我真心感受你心中的主爱。撒干咱领受上帝祝福，愿天父上帝恩典、圣神的相通，主耶稣基督的平安，常常甲恁正大家三角地地，互咱正大家常常会记得，通过约翰福音书所讲，耶稣所讲，我是什么？我是真的葡萄树，常常将咱的性命连接伫主，特别伫这个礼拜受难周甲过活节，愿天父上帝你保守阮，互阮用少年的心，三甲甲主耶稣同情，同受苦，同荣耀。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的名，阿免。真济